大家好，我係 Dave 哥。點解 AI 熱到全世界數據中心狂擴張，但記憶體供應商美光市場卻當佢透明，供求失衡，已經嚴重到咩程度？美光管理層今次 NDR 講得清清楚楚，DRAM、NAND 同 HBM 全部賣到斷市，連核心大客都只能滿足一半到三分二需求，細客同各個市場分部更加缺貨。DRAM 情況咧就比 NAND 仲要緊張，直接推高短期定價預期，業務前景比舊年12月指引仲樂觀。好多人會問，加價咁勁，客仔唔會走咗？管理層話平價手機電腦客的確捱得好辛苦，但係 AI 數據中心、高階手機、PC、智慧汽車同機械人對記憶體需求係直線上升，呢啲先係真正推升整個週期嘅主力。因為嚴重失衡，美光已經唔再盲追市佔率，轉做揀客生意，只優先俾長期合作伙伴同俾得起錢嘅客戶，甚至主動退出部分非核心業務，專注高利潤產品。呢種操作咧喺以前嘅記憶體週期從來未見過。特別係 HBM4，美光已經行業領先，2026年產能全部賣晒，仲提早開始向主要客戶，大家心知肚明係 NVIDIA 發貨，第一季就量產，進度快過市場預期。之前嗰啲進度慢啊、被棄用傳聞啊，管理層直接話唔準確。真正關鍵嚟啦，供應點解咁難增加？HBM 要做同樣容量，耗用晶圓係普通 DRAM 幾倍，加上先進封裝同超高無塵室要求，錢同時間成本高到離譜。新廠最快都要2027年中先有貢獻。呢個產業結構性變化，正正係中高階投資者最需要留意嘅盲點。我已經喺 Patreon 放咗深度分析，連結喺留言區，利用專業視角避開盲點，捕捉機會。